油门别一下子拧死，踩着这儿稳着点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慢点。哎呦，开箱。哟，苹果手机，真假的？哇塞，苹果14吗？真是良心老板呐！哇，苹果有这种包装吗？你不要骗我啊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可以不爱，但别伤害。昆牌手机，这哪里的牌子啊？ Nice.